菜呀！啊，等你新妇娶，会咧翘脚练喙手啊啦哈！无像我呢，有着3顿啊，我着我安尼啊，拖老命啦。无啊，你是安怎油头干面？唉，啊你若喘大气，是互恁新妇欺负是无？我规日甲天照大哥，敢欺负我这个大家？啊，就是啊！啊，顶阿菜啊，伫咧外口咧讲行道，红放有偏过啊啦！啊，若去互外贵啊去欺负哦，啊，要用操心。你看嘛，迄部推啊菜，迄个我讲你为啥来安尼？你哪停呢？你小来。三斤半甲阿菜我送去遐，伊一讲啊，你芳过无水的时候去共人过共袂着失的。三斤半，你伫遮坐啊？啊，你来一讲哦，芳金店哦，讲你喺南场哦，要来甲你会一失的啦。请恁原谅我。啊，迄都过去的代志，莫搁讲啊啦。啊，恁新行路新地cou是要去倒？啊，就头转去啊，我要带你也转去。哎呀，头转去啊，无请车互新娘坐啊，啊，用迄个铁马咧载。啊，我知啦，你是讲要做一下山区安尼客较晚咧遐？无啦，哪安尼讲？三金婆啊，啊你甲看卖者，这阿女也一个做新娘，煞甲较早无共款的，加较白了，佮加外清气秀丽呢，啊你甲看。三金婆。三金宝，啊，你也咧叫你呢？我卖用较好啦，等下新娘若搁甲我破茶，连我也甲弄破，我若要搁啉茶，毋通讲我讲。对，啊你讲了对啦，用我讲啉吼，啉较济，较会止喙焦哩。三金宝，我说，你慢慢啉啊，唔通叫砸着啊！哎哟，啊这个木头啊，较早还袂娶某，都真故意，啊某一个娶落来，哪会遮凄面呐？啊，你无看伊娶啥物款的某，迄嘴烂地只哦，迄当然嘛会变。啊，这拢你若扣啊某啦，啊当下我讲女啊哦，是正人嫌较臭屎，啊是倒一点扣伊着啊甲娶来做新妇，啊比阮兜迄身哦，还搁较食力。阿彩啊，我愈想愈气咧，这老女啊吼，咱无甲变出来哦，我就唔甘愿的啦。哎呦，阿 Q 啊，啊新妇娶了，哪着遐歹名，你家己咧洗衫。是无啊，甲阿菜台面这啦，都吼木腿啊，甲阿女啊当做客啦。啊，待2了，我家己的衫请六洗洗就好啊。哎呦，阿 Q 啊，唔通安尼哦，迄若成新妇吼，迄加2工啊吼，伊就逼你头壳袂定哦。袂啦，阿 Q 啊，啊三金婆吼是好意啦，啊你若唔相信哦，到时阵哦，你买哭都无目屎哦。就是咩，细日无死本啦，我后摆若要食3顿哦，迄新妇若无咧食哦，你就凄惨哦。袂甲安尼啦，我看阮阿女哦，毋是管歹新妇啊。哎呦，迄真歹讲哦，迄即摆少年人哦，啥物失德嘅代志哦，拢嘛做会出来。总讲一句啦，阿 Q 啊，咱吼就安尼手头落好条吼，较袂失甲差去啦。对，多谢你安尼关心我吼。啊，恁今仔我讲女啊，敢毋是头转去？啊，迄边无请人哦。无啦，啊迄头吼也无亲情啦，吼，也无甲人配对啊啦，也无互人留咧，啊嘛无请客啊。哦，就是安尼无亲无情才会安尼哦。嘿，我拄则吼，拄着木锤啊，甲我讲女啊吼，嘿，迄木锤啊，毋知互因某安那西弄啦。我呢吼，甲伊讲2句安尼啊，啊向下就做行啦。好啊，遐娶某前甲娶某后，拢无共款咧。迄也着搁讲，迄查甫人拢嘛安尼，还袂娶某的进前吼，拢嘛是母仔囝，啊某若一个娶落吼，拢变某的囝啦。对。三金宝啊，那咱2个人吼，一世人吼，拢毋捌咧插人的闲仔事，对毋对？哎呦，尤其是这家内事吼，咱毋通插，唔好共插，来做事，来做事。来。